徐少華呢件事唔關你事，好關我事，但係後尾都唔關我事，因為你買咗樓啦，第一係咪？第二我冇買樓，第二個關我事嘅原因咧，佢而家提出嗰個地方咧係我青衣嗰度嚟㗎，你明唔明啊？我一見到咧嗰塊地咧係平地嚟嘅，仲未起到嘅，仲未打即係未有打到，好辛苦，政府真係夾硬你青衣冇地方，未揾到個地方出嚟。其實青衣有幾難揾地方，你問我。大把地方幫唔公開俾我哋用咁解嘅，好啦，做咗個9號貨櫃碼頭啊，做呢樣做嗰樣啊，起埋屏風樓埋。好啦，但係置安心計劃有幾安心咧？嗱，呢個咧，我覺得咧，置安心計劃咧，就可能真係只係曾蔭權安心啦，一個人安心嘅啫。佢唔關佢事㗎，佢攞台㗎啦。到時你仔細啲睇咧，嗱，我今次咧就試下用一個叫做拆局啊，逐點同佢拆。點咧？即係呢個置安心。嗱，首先一樣嘢，成個計劃咧就講就係話。俾一啲咧根本你就付唔起首期嘅，我幫你儲啊咁樣。係啦，咁但係唔係我呢啲收入又唔得喎？唔係嗱，佢嗰啲所謂一個人嘅收入咧就係23000以下，家庭收入39000。好啦，如果申請公屋嗰啲咧，就仲有一個公屋㗎嘛，公屋咧就幾千蚊，唔知7、8千蚊咁樣嘅。好啦，我喺度心諗，喂，嗰啲如果而家得10000蚊至到12000蚊到嘅收入。喂，而家係佔好大部分嘅喎。唔係，特首咁點算啊？特首講咗啦，佢能夠接受嘅標準係咁嘅，你嘅薪金嘅一半供樓係合理㗎。咁即係仲有一班人咧，根本就呢個計劃就唔關你事嘅。係啦，12000蚊嗰啲你諗住攞6000蚊供樓，你買兩方尺都買唔到啦。老實咁講，你就真係23000，真係23000啦。即係佢已經定咗你冇23000，你唔好入嚟啦。係啦，好啦。咁然後跟住啦，你真係入咗局啦。但係23000交8000蚊租，而家嗰個租金嚇，即係當你8000蚊咁計啦，就即係剩翻1零蚊使。其實大家知啊，現有居屋即係公屋啊，現有公屋都如果實質報晒入息嘅話咧，根本係無法生存嘅。所以好多人咧都，我哋呢度拆穿個秘密。係虛報收入嘅，或者嗰人又喺度住，就報佢唔喺度住嘅，而又令到，因為根本係冇可能用現時政府嘅標準嗰個收入係住而家嘅公屋都唔得啊！講真啦，老實咁講啦，你冇呢個入息咧，除咗咧就係政府自動會勾咗你㗎啦，即係你咁多人申請，如果你冇2字頭呢個收入，即係月入咧，你基本上就冇機會㗎啦。好啦，第二真係俾你咁好彩入咗去啦，你以為好彩啊係嘛？好啦。咁啊問題喺度，而家成個經濟環境係點咧？就係你睇到啦，每年咧你大約預計你嘅收入咧增加3至5%已經好好啦，你公司好有良心㗎啦。咁但係樓價咧，樓價你睇下而家點樣飆升法？佢講咗5年內唔會有太大幅度增加嘅。唔係租金咋？到你5年之後，你真係有機會買嗰層樓，即係話咧買你而家住緊嗰層樓嘅時候咧，係按當時嘅市值計算。嗱，譬如而家。當我哋而家已經有層樓喺度啦，當而家係200萬，但係5年之後幾多錢啊？唔係按而家200萬喎。我想澄清一樣嘢咧，係買而家租緊嗰個啊，定係買出邊嗰個咧？兩樣都得，嗱，你可以咧買外面嘅私人樓，以電視機咁先租後買，係咁嘅，即係當供咗啦。你可以買自己住開嗰層，咁咧呢個政府嗰邊已經講啦，啲人已經話佢。咁你即係托起私樓啦，因為你嗰啲錢係可以買外面嘅私樓啊嘛。佢就話：你住開依間，我估計你住開有感情嘅咁樣。嗱，呢啲係廢話啦。廢話，香港人係廢話。好啦，香港人係所以香港就有感情，就搬去邊都冇所謂。問題就話到5年之後，嗱，你最盡可以住7年。仲有一樣嘢喎，如果到時你根本追唔起，即係話咧，你所收翻嚟嘅所謂20幾萬嗰樣嘢咧，根本就追唔起交10%。嘅呢個咁嘅，即係你只能夠買200萬嘅樓咯。如果到時你嗰層而家住緊嗰層樓根本就已經超越200萬啦，咁點算啊？咁樣，咁唯有住翻公屋唔得，你唔可以住翻公屋，因為你參與咗呢個置安心計劃之後咧，你就自動取消咗你申請公屋嘅資格，你瞓街啦你。唔緊要，到時咧5年後咧，政府會再起第二啲樓。叫夾心階層嘅樓又再推翻出嚟啦，咁你置安心唔緊要，再過去7年咧，咁又得嘅。你知唔知啊？呢個除咗曾蔭權安心之外，就係地產商安心呢個計劃。點解咧？因為咧成個計劃你已經睇得出啦，就係已經同呢個地產商5年後將會有大批人湧入市場，係啦買樓，我仲未估到幾多添啊！其實呢個計劃係製造需求啫嘛，點啊？我套咗你入局啦。
咁跟住你，哇！我有20幾萬可以嚟買樓喎。如果我唔買嘅時候，化為烏有㗎咯喎。無端端我按市值租咗，即係咁咯。而家即係市面上好興咧，啲人打翻嚟咧，叫你買而家3000蚊咧就送1晚酒店俾你，就即咩又8折又咩8折喺晒用啦。咁啊計下條數咧，最尾你3千蚊就使得晒啊！咁你卒之咧就落咗局之後咧，你一定要住嗰間酒店啦。個情況係咩？就係咁啊！你而家咧其實就係真係阿曾蔭權咧係幫緊地產商打工。因為呢個置安心計劃咁都俾你諗得到，真係好嘢，就係幫地產商製造需求。即係話咧，如果你真係落咗局之後咧，你諗下你自己有20幾萬可以買樓，咁你點啊？於是死生死借，因為你唔想浪費咗你嗰5年裏面嘅供款㗎嘛。其實你真係有供款喺裏面㗎嘛。咁所以咧，其實你已經可以預計呢個置安心嘅計劃咧，係將會將香港嘅樓市再推上一層。喺5年後唔係啊！所以咧，你而家咧，曾蔭權嗰個嘅施政報告一出嘅時候，大家睇下市場反應已經知啦。嗰啲業主即刻收翻層樓喎，唔賣住啦。因為點解啊？我睇好樓市，唔賣住啊！有啲直情俾翻個訂金啊，即係話叫做咩啊？唔係殺訂，叫做即係話我本嚟收咗訂金。踢契啊！有啲係踢契，有啲係踢契，或者係咧叫做雙倍還翻俾你。因為咧就睇好樓市。但係呢個方案有乜好處咧？你講置安心係啊，你講對市民係啊，我講咗咁耐，即係話咧，佢原本就話俾一啲咧構思係咁樣，俾一啲咧你係冇首期喺度嘅，但係咧，我覺得咧嗰漏洞處處啊，唔係阿曾蔭權仲話㗎，你唔好諗住置安心啊，你自己仲要攞錢再攞一嚿出嚟嘅。咁但係咧，我話呢個計劃有個好處嘅，難得政府真係咁耐都未諗過5年計劃，而家第一份5年計劃真係出咗嚟咯。